香港人中意長揸收息股，唔係單單睇息率咁簡單㗎，唔想賺息蝕價就一定要做好選股。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講故事。呢度會同大家緊貼市場資訊，分享我呢10年嘅投資經驗同實戰思維俾大家。如果你想學多啲學校從來冇教過嘅投資知識，即刻撳嗰訂閱。中意呢類型內容，記得撳埋點讚、開啟小鈴鐺同分享俾朋友，快啲達成財務自由啦！上次同大家分析完中遠海控，今日我哋嚟睇睇另一隻港股中嘅收息明星，編號為823嘅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。領展係亞洲最大嘅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之一，業務核心係持有同管理扎根社區，以民生必需消費為主嘅零售物業同停車場，提供穩定現金流。當前股價反映咗短期租金同資產估值嘅壓力，接近7%嘅股息率同潛在嘅資產循環計劃，為其帶嚟價值重估嘅可能性。首先，核心業務方面，依靠穩陣嘅民生收租生意，領展嘅生意模式好清晰，就係收租，而且專門收一啲市民日常生活必須幫襯嘅商鋪租金。香港根基穩固，亦有以內地同埋海外分散風險，以香港為核心基地。2026財年，香港業務貢獻咗超過72%嘅收入，係絕對嘅主力。資產主要係公共屋邨、商場同停車場，需求穩定，搬遷成本高，形成天然護城河。而領展亦都有係中國內地同海外收購資產，內地收入佔比約14%，海外收入主要分佈係澳洲、新加坡、英國，佔比約13%，有效分散單一市場風險。業務類型以零售物業同埋停車場為主，提供咗穩定嘅現金流。零售及辦公室物業係最主要收入來源，2026財年佔比約54%。而停車場及相關業務佔收入約18%，提供非常穩定嘅經常性現金流。租戶組合具有抗周期，租戶以超市、餐飲、藥房等必需品類為主，同電商重疊度低，令出租率長期保持極高水平，出租率高達97.8%。其次係財務表現方面，呢部分要睇清楚兩個層面，表面嘅會計盈利同實際嘅經營現金流。根據2026業績，收入輕微下滑，營業額139億港元，同比下降2%，主要因為香港同內地物業續租租金有下調壓力。另外，賬目上亦有巨額虧損嘅情況，真相源於歸母，淨利潤錄得負74億港元。但呢個主要係會計準則要求嘅投資物業公允價值減值導致，屬於非現金、非經營性損失。撇除呢部分，2025財年基礎利潤有70億港元。領展核心盈利指標穩定，毛利率長期保持喺73%以上，顯示主業盈利能力強勁。2026財年可供分派總額為65.8億港元，雖然按年跌6.4%，但呢個先係支持派息嘅真正來源。領展財務健康度方面相當穩健，現金流係2026財年經營現金流達84億港元，完全足夠覆蓋當年派息。現金流屬性非常紮實，以現價37.8計算，目前股息率接近6.7%，負債水平亦都可控，淨資產負債比率為23.9%，遠低於地產類公司警戒線，平均借貸成本為3.4%，融資有優勢。喺呢個複雜而又多變嘅環境，領展亦充滿唔少機遇。首先係資產循環，呢個係領展嘅核心能力同未來關鍵。公司計劃出售非核心資產，例如已宣布出售新加坡物業 Thomson Plaza， 並將資金用於回購基金單位或者投資更高回報項目，潛在可處置非核心資產規模高達340億港元，約佔總資產15%，市場未完全反映呢個價值。其次係企業極具估值，修復改善業績。目前極低嘅市賬率反映市場過度悲觀，隨住香港同內地消費市場築底，舊租金合約輪動出清，優質資產嘅回報率有望收復，帶動估值回升。再者，持續高息吸引，在利率環境下，接近7%嘅股息率具備強大吸引力，尤其適合追求穩定現金流嘅投資者。雖然領展機遇處處，但係股市世界並唔存在十全十美嘅股票同埋必勝策略，每一筆投資都伴隨着取捨同埋機會成本。如果你突然演到完美嘅股票，咁大家就要更加小心，因為好大機會係你睇漏咗嘢。第一就係短期租金壓力，香港同內地零售續租租金調整率仍為負數，直接影響收入增長。第二就係要留意住資產估值波動，利率環境變化會持續影響投資物業嘅賬面價值，導致會計層面嘅盈利波動。
總括而言，823領展作為亞洲 REIT 龍頭，其生意本質係一盤穩陣、防禦性強嘅民生收租業務。雖然短期因租金下調同資產估值變化令帳面盈利受壓，但其經營現金流依然穩健，支持住近7%嘅高股息率。當前股價相對資產淨值有大幅折讓，反映市場已包含唔少悲觀預期。對於追求長線穩定現金流，並且相信社區民生資產長期價值嘅投資者，領展現水平值得深入研究。最後希望以上分析能夠幫助大家更深入了解領展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務必審慎選股。希望今條片幫到大家。最後記得俾 like、訂閱同 share 俾朋友仔，仲有撳埋鐘仔啊！我哋下次片再見，拜拜。